老人薩克斯風第一擺入選2026台南管家藝術季的社會團體，因對5月23這個拜六開始，將甲全台11個縣市40組優秀團隊連環演出3個月。主辦單位文化局為了替活動留得做勢，包括新化高職學生嘛佇新化演藝廳用熱情的舞蹈，邀請大家攏來感受藝術生活化的台南管家藝術季。有了11個縣市的40個團隊來參與今年的台南市管樂藝術季。大家現場可以看到有小朋友，有我們的社會組，就知道我們管樂其實它分布的年齡層非常非常的多元，從國小、國中、高中到社會組，而且今年很特別，今年社會組的人特別的多。我想這一個10幾年的一個扎根，可以看到我們從孩子到畢業到進入社會工作，他們對於管樂的熱愛從來沒有間斷過。大家可以享受到這個現場的演奏，那是非常享受的事情。然後順便來新化這邊來逛逛老街，逛逛來促進新化的發展，然後讓大家知道台南的音樂的底蘊。這屆藝術季在6月27嘛，將安排4組團體來一場薩克斯風的聯合演奏會，號名《撒著大目光》，嘛借此呼應愛上新懷海音。文化局為了鼓勵民眾參與活動，並走訪新懷文化景點，也推出1點對外限量好禮，邀請全國民眾攏來台南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